各位藏友，我係珍稀拍賣有限公司嘅宣傳大使嘉琪啊，今日專登同大家詳細介紹我哋珍稀2025年冬季拍賣會嘅靚貨錢幣。首先話俾大家知，今次拍賣會喺2025年12月10號星期三上晝10點正開拍，地點係香港九龍尖沙咀彌敦道50號香港金域假日酒店 B3 層麗晶廳3。想親身到場嘅朋友，千祈唔好記錯時間同地址啊！至於預展就由11月24號到12月9號，每日中午12時至下晝6點，地點喺香港中環永吉街6到12號成利商業大廈9樓E室珍稀拍賣有限公司。不過預展要致電預約先得㗎，查詢電話就係珍稀拍賣有限公司嘅23231884，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打過去問㗎。首先登場嘅係香港錢幣史上嘅靚貨，每一件都係難得一見嘅珍品，鍾意香港錢幣嘅朋友一定要留意。拍品446 1872年1868年硬幣上加蓋嘅新日期1872年香港維多利亞銀幣5仙，呢件真係細細件，精精緻緻又珍貴。1872年嘅香港維多利亞5仙銀幣，仲有1868年加蓋1872年嘅錯模設計，屬於極稀少品種。最難得嘅係佢仲保持住 PCGS 金盾 MS63 嘅高分，老包裝渾渾清清又有韻味，入手門檻唔高，起拍價只需港幣8000蚊。中意香港早期錢幣嘅朋友，呢個機會千祈唔好走寶。拍品452 1877 H 年香港維多利亞銀幣2號。接住嚟呢一件都好有收藏價值，1877年 H 版嘅維多利亞銀幣2號本身就係稀見品，今次仲有 NGC MS61嘅佳品評分，銀質光亮，上面嘅細節都好清晰。起拍價係港幣7000蚊，無論你係新手藏家想起步，定係資深藏家想補齊收藏，呢件都好適合。拍品459 1867年香港維多利亞銀幣半元。重點來啦，呢件可以話係香港錢幣史上10大名品之首。1867年維多利亞銀幣半元，大家睇佢銀光淡淡，好似神星閃爍咁。女王嘅肖像俊秀又有神采，難得評分係 PCGS 金盾 AU50，加上咁多年仍然能夠保持呢一個狀態，實在好難得。起拍價港幣8萬元，想擁有香港錢幣經典代表作嘅朋友，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。介完香港嘅靚貨，就到大家最關注嘅中國錢幣啦。從南宋到民國，每一件都承載住不同年代嘅歷史故事，質量同稀有度都好高，收藏價值十足。拍品303南宋朝花押牌子金。首先同大家見面嘅係件古物級靚貨。南宋嘅花押牌子金重3.1克，屬於罕見品。當年主要用於軍費、賞賜同賦稅，仲有浙江、杭州、湖州等地嘅出土地記錄，歷史價值滿分。華夏評級都俾到極美84品，起拍價港幣13000蚊。中意古代金幣嘅藏友，呢件一定要重點關注。拍品310清代新疆伊犁宣統年月日公記50兩銀锭，呢件銀锭真係大件夾抵食。清代新疆伊犁宣統年間嘅50兩銀锭，重1808.4克，版別好獨特，同新疆其他地區出土嘅銀锭完全唔一樣。全體包裝好濃厚，仲有自然嘅炭黑土灰痕跡，上面嘅銘文清晰到一睇就明。中間評級都俾到 XF45 佳品，對藏家嚟講絕對係上佳之選。起拍價港幣6萬元。拍品316大清銀幣1元，宣統3年小火焰。中意大清銀幣嘅朋友留意啦，宣統3年嘅1元銀幣小火焰版別本身就好難得，仲有 PCGS 金盾 MS62 精品評分。大家睇佢全體零瑕疵，包裝靚到令人神慈目眩，真係睇到唔捨得放手。起拍價港幣3萬蚊，想收大清銀幣經典款嘅朋友，呢件好值得入手。拍品318江南省做光緒元寶7錢2，任人直頭人。江南省做嘅光緒元寶任人年款仲係直頭人嘅細節版，銀光生輝又耀目璀璨。PCGS 金盾 AU58 佳品，狀態保持得好好。
起拍價港幣25,000蚊。江南幣愛好者千祈唔好走寶，呢個版別唔多見㗎。拍品323，湖北省造宣統元寶7,200，火珠有漩渦紋。呢件係湖北宣統元寶嘅特色款，火珠位置有漩渦紋，打打深進，銀面光潤清朗。PCGS 金盾 MS62佳品，無論細節定質量都好高，起拍價港幣2萬蚊，性價比超高。想入湖北幣嘅朋友可以重點考慮。拍品324，湖北省造宣統元寶7,200。另一枚湖北宣統元寶都好靚，一樣係 MS62佳品，今次係 NGC 評分，銀光閃爍到好耀眼，狀態同前一件一樣出色，起拍價港幣25,000蚊。中意湖北幣嘅朋友可以揀翻枚最合心意㗎。拍品325，北洋造光水元寶7,200，34年。北洋做嘅經典款嚟啦，34年光水元寶7,200 PCGS 金盾 MS62精品。北洋幣本身收藏熱度就高，呢一枚狀態咁好，真係好難得。起拍價港幣25,000蚊，北洋幣藏家千祈唔好錯過。拍品396，民國15年龍鳳銀幣一角。龍鳳銀幣嘅細面值款好少見，民國15年嘅一角銀幣極難得嘅品種，仲有 NGC MS61佳品評分。雖然面值細，但稀有度好高，起拍價港幣8,000蚊，適合做龍鳳幣收藏組合，寶齊系列就靠佢啦。拍品404，民國元年四川軍政府造漢字銀幣1元，四川漢字幣粉絲留意。民國元年軍政府做嘅漢字銀幣1元 ，NGC 評分 MS63，呢個評分喺漢字幣入邊算好出色噶啦，銀面光亮，仲有重嘅歷史意義，起拍價港幣25,000蚊。拍品407，雲南富字半兩正銀，雲南嘅富字銀好有特色，半兩面值銀光滿滿 ，PCGS 金盾 MS62佳品，呢個評分嘅富字銀好難得，起拍價港幣2萬蚊，想收雲南特色銀幣嘅朋友呢件唔好錯過。拍品408，雲南富字一兩正銀，同系列嘅一兩富字銀都好正。底板泛光，原汁原味，冇後期處理。NGC MS61佳品，銀質同狀態都好掂，起拍價港幣3萬蚊。想成套收藏富字銀嘅朋友，呢件一定要睇實。拍品410，雲南省小鹿頭正銀一兩。雲南銀幣嘅靚仔款嚟啦，小鹿頭版嘅一兩正銀，包裝泛出彩色光澤，美到極點。PCGS 金盾 MS62精品，稀有度好高，起拍價港幣3萬蚊。中意特色銀幣嘅朋友，呢件會好合你心水。拍品412，民國7年迪化銀元局做一兩。最後一件中國錢幣都好有睇頭，民國7年迪化銀元局做嘅一兩銀幣，7年款本身就比較少見，仲有 PCGS 金盾 MS62佳品評分，起拍價港幣15,000蚊，性價比好高。想入新疆迪化幣嘅朋友可以重點考慮。今次珍稀2025年冬季拍賣會嘅錢幣介紹就到呢度啦。無論係香港早期銀幣，定係中國不同年代嘅經典款，每一件都有獨特嘅魅力同收藏價值。記得拍賣時間係12月10號上晝10點，預展要致電23231884預約。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留言問我。假期同大家一齊喺拍賣會度搶靚貨。